吓我一跳。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带着较无的心，伫圣灵降临节的时阵，今日斗阵来做敬拜。请咱掀开圣诗54首，圣诗54首，同心阿乐天父。本来同心阿乐天父，主人引我兄弟，听从你命无穷无尽，照顾天地地。第四节，阿乐三位一体，别家心心。兄弟，至尊至大主要好我，阿乐高万万岁。请咱阁掀开圣诗180首，圣诗180，愿主踮阮中间，愿主踮阮中间。第一节，本来愿主踮阮中间，永是欢欢你，何在今摆世间，受阮白金魂。咱搁一摆第一节，本来愿主踮阮中间。后来，咱搁一摆，咱手毋对，预备来，愿主踮阮中间。
咱第一十个一摆哦，第一十个一摆，变来。愿主定愿中间，因果我管理，我这敬拜时间，受分别最心。第三十遍来。愿归天父的路，我当可记。有梦与我前途，永远的日子。请咱备万心，做今仔日的敬拜。咱爱知影，耶和华是咱的上帝，伊创造咱，咱是属于伊的，咱是伊的百姓，是伊草场内的羊。咱来用信息学咯，信息第54首，信息54首，同心学咯天父，同心学咯天父，请咱起立来吟。Oh no.
请咱继续徛地，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来交读启文38篇，启文38篇。咱三甲来启。我识字会讲人甲天才英语。我识字做先知。我识字有招庇的事，到夜来移山。我识字尽所有的来征济，各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高宽容慈悲。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搭真理三角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恁仔时，讲话亲像恁仔，意见亲像恁仔。因为咱当对镜伫看，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互阮伫今仔日主日伫遮组织。守主的圣餐，主啊，阮知影，阮是有罪人，伫思想、言语、行为，拢常常违背你的旨意，有时自私，无法度彼此相听。求你赦免阮的过失，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阮，互阮的心得到清气。主啊，阮要学习你的大权能，你创造天地万物，也赐下救恩予众人。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独生囝主耶稣为阮钉十字架，担当阮的罪，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阮感谢你设立圣餐，互阮借着饼甲杯，纪念主的身躯甲宝血。每一届领受圣餐，阮就各一届，互你的听激励，要活出互你欢喜的性命。主啊，今仔日阮特别为李念之姐妹、洪全琪姐妹来感恩，感谢你拣选因、引带因行信主的路，也感谢你，互因愿意要伫主的面前
做信仰告别。承认主耶稣是因性命的主，是唯一的救主。愿你的信心常常甲因同在，帮助因一生重新行主的道路，伫教会中侍奉，伫家庭中见证，伫社会中做主的光甲盐。求你也帮助阮正兄弟姊妹做因的属灵家族，拢用疼心来接纳、带导、陪伴，互阮拢做主的门徒，互主的名得到荣耀。主啊，求你有备阮的心来领受圣餐，互阮毋是照习惯，是照信心、敬畏、感恩的心来亲近你。用心得主力量，坚定信仰的脚步，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我对要学录的诗歌请来信行。求信心打板战，互阮勇气拿输道，好打面对刀剑权势，宣扬主救世权能。咱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42节到47节。请咱来看周报后面有印，咱做伙来看，我来公读。无顺节的日教，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
亲像透大风，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车对因出现，叫伫逐个人的顶面，因拢受信心充满，照信心，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因全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擘饼祈祷。使徒行真济奇事神业，引起众人敬畏的心。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物供给因，阁未加散财物，照伫个人的需要分予大家。因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阁伫一家一家擘饼，用欢喜心心做伙因者，颂赞上帝。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注重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好，今日牧师要进度的是属灵的团契生活，时间交牧师。各位孩子，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大观您的信心，我欢迎你，我欢迎你来到我的圣殿。信心你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我用谦卑的心来迎接你，我用谦卑的心来面对阮未来透走的路站。愿今仔日主你透过你的话，倾注我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你帮助阮，你医治阮，你安慰阮。你也互阮有极大的盼望，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日是信心降临节，嘛是普世教会的生日。照讲咱即摆爱大家讲，咱讲生日快乐，咱互相生日快乐者。今日是咱教会的生日咧，咱家己生日拢真安尼真欢喜，教会的生日咱阁爱欢喜，有教会嘛是对即天开始，教会是一个信仰团体，是奉耶稣的名组织祈祷，认耶稣是因性命为主的一群人。意思是讲，耶稣应该是教会的头。对愿意参加这个信仰团体的人，耶稣应该嘛爱行做因生命中，当咱追求世间任何的代志。事项的时，耶稣爱排第一位来，耶稣爱排第一位，这是咱信仰真基本的爱遵守的。但是现今咱渐渐教会受世俗化的影响，对真理的了解愈来愈似是而非啊。安尼也对，也是安尼遐较对。那志梅牧师顶礼拜讲的迄个例。迄位伫世界长照事业顶面位高权重的迄个兄弟执行长，伊想要将真理带入最的教会，无事想已经带入啊。反正讲这是传福音兼趁钱的好机会甲方式。如今亲像即款错误信仰的价值观真多。以前咱到某一个教会用，这个教会是阮的啊，长老一定爱我来做，董事嘛一定爱是选我，甚至讲教会这个是一个是阮奉献的，这个拢是信仰顶面咱讲冰山一角，但却渐渐影响互咱的教会。伫甲咱看到侪教会机构。分党结派，离开主真理的教导，离开信神所属合一的神啊，互人真忧心。迄款咱讲属灵美好团契的生活已经失落去啊。咱即时需要回去2000多年前，去看迄当时起初教会是如何来受建立。路加福音书24章
40、50到40、90记载，国外耶稣开门徒的心，互因明白圣经。圣经记载，基督要受苦，第三日要搁对死人中国外，门徒是这的代志的见证人。耶稣嘛吩咐因，就伫迄个城，就耶路撒冷来听候，听候什么？听候对顶面来的溃烂领导。迄个溃烂就是哪？就是信心。国外耶稣伫门徒的中间有40天，伊教导因门徒上帝国的代志，坚固因迄阵惊吓失落的心，愿恁平安。咱要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4节，咱看到信心是如何的降临，基督的教会是如何的诞生，嘛是咱的信仰团体的起头。咱做伙来读第1节到第4节，伫咱周报的后壁面，咱做伙来读来请。五旬节的礼教，门徒拢聚集伫一个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伫这个规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枝对因出现，晓伫逐个人的顶面，因拢是有信心充满，照信心互因的才能。咱知影教会的存在是上帝怜悯咱世间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人。教会毋是建筑物，教会嘛毋是体制，教会嘛毋是制度甲传统。但教会甲一般的团体无同的是，教会毋仅仅是人的团体，靠人的力量去活动。教会是信心的器具，在信心降落了后，教会靠着信心的开展，较有法度为主来做见证。第1节讲到五旬节，五旬节咱个旧约叫做旧约称作七节啦，嘛叫做收割节，是犹太人收割大麦的日子，伫安息日的过一天，第个50天，因将收成的大麦献给上帝，献受感恩。而咱基督教就是讲，咱过活节算起50天，就是五旬节，信心降落。经文讲到，这是门徒尊叹耶稣的教示。因虽然心中也有真多的条件甲惊讶，但是因有组织做伙祈祷，因为国外的主已经坚固因的心，因耐心听候应允的信心降落。第2节讲到信心忽然间亲像大风，所以是忽然间，因嘛是真惊，忽然间出现，亲像地动咧惊人，充满伫门徒聚集的所在啊。经文讲信心亲像火的刺啊，咱喙齿火的刺，晓伫逐个人的顶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的发生。你迄个在座有使徒、妇女，甲其他组织的信徒，拢是信心的充满。无所谓重要的是，这个代志毋是咱人有法度来操控的。咱即摆的信仰，教会界有人咧操控信心。咱看到经文，信心毋是人的法度操控的，是上帝的作为啊。各位兄弟，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上帝力量展现伫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国活、甲耶稣的上天。上帝力量嘛显现伫五旬节这天，将信心的开来赏赐互伊的百姓。当信心的开来进入咱人的心内时阵，咱人就互信心来充满。所以人大家讲咱长老教会较无信心，咱有无？咱有啦，咱有信心，信心互平原的门徒有口才，有迄个开力宣扬基督的真理啊。咱长老教会伫全台湾每一个
角落拢有咱的基督教会。迄也毋是靠信心的开，咱哪有法度去传讲？互咱讲话，首先互咱有讲话的文字。咱看彼得，伊本来是无学问，就最大3摆无认主，竟然变有法度提高声音，对众人勇敢的传扬主的福音。会知影咧讲，你耶稣受定十字架了后，若是无信心，充满了信道的信心，互因有充满有多的文字，医病、赶鬼、信心、讲道等等，信道就是无法度放大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世界传国外的主。所以这点嘛，互咱知影，咱信道要有谦卑的心嘛。当然，你讲咱建成教会渐渐改变，咱诚做有伫听的教会。咱若这几年接纳真侪无共款的人进入咱的教会。当咱讲咱建成教会，伫这几年推动侪宣教的事工，咱无管对真侪教会外口的奉献，咱真甘心。咱社区的这个事工有真侪的长辈，一个报一个，要来咱教会拜一、拜四、拜五这3天的事工。甚至咱来讲，咱是即摆咱长老教会，莫讲咱长老教会，真侪教会嘛有咱唯一，咱有做拿求福音的事工的教会。但是牧师爱讲，这绝对毋是牧师长老，而是咱在座咱每一个人的功劳，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神甲咱同在的成果。上帝的神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同在，互咱有开来改变。互咱为了愿意推动这个事工，忍耐吞忍，对于这个事工毋是遮简单的。即阵咱英华组副主编下一个学期搁咧报名，等报无着名的长辈嘛是会生气咧。阮的长老就爱心担伤多，因为真侪人要参加，但是咱的场所阁是遮有限，咱要有真侪的吞忍，真侪的吞忍。所以，互咱完成咱看真侪无容易的代志，参有主的计划，互教会诚做社区的安慰。所以，教会互咱这几年咱诚做有属灵团结生活的所在啊。咱看咱的拜四啊，咱的社青团结就是安尼。安尼有教会的社青团结，像咱教会是每礼拜咧聚会，无是哪？礼拜以后来做礼拜，顺续来聚会，但是咱的社青毋是安尼。你迄个团结的兄弟姊妹，因有信心感动，因会就改变。等因改变了后，看到因的兄弟、因的同事拄有共款的问题，因就邀请因来迄个社青团结，迄个团结，共款有信心同在来医治，一个求一个，一个求一个。这礼拜暗时有21个人，你参加社青的团结。接着咱来看今仔日第2段经文42节到46节，42节到46节，咱做伙来读来请。因全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百饼祈祷，使徒各行真多奇事神业。引起众人敬畏的心，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米拢供给因，可袂加早财务，照甲人的需要分互大家。因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各伫一家一家拜饼，用欢喜心事做伙因食。这段经文的内容是咱教会的基础，我们说教会的一个图腾啊，是初期教会建立信徒生活的方式。但我们要说，这个只是一个起点，因为教会渐渐的会当有机体啦，会成长。首先，咱看第42节讲过，信徒专心
领受使徒的教师，参与团结生活，背饼祈祷。这四项的这种是咱教会信仰团体的特色。咱离社会无一个所在看到这四项的。咱讲不管福伦社啦、什么俱乐部、什么好，无人有这四项，像其他的宗教拢无。这是咱的特色。牧师今日用要针对团契做一个说明吼。这是大家非常熟的两字，团契。因为咱教会嘛有做的团契，有做的团契，妇女团契啦，社青团契、上年的团契啊。团契这两字对希腊文来有比出三交陪啊。圣歌队嘛是团契，圣歌队也毋是团契，就变什么？合唱团。合唱团，等下牧师会讲吼，会变成合唱团吼。牧师有听有个教会为了要推动小组，就讲团契无好。但是牧师爱讲，团契甲小组是不冲突的两项代志。有学者安尼讲，五旬节迄天上大的生业就是团契的建立，团契的建立。为什么安尼讲？你迄当时的背景。有对天下各国的来耶路撒冷的人，因为敬拜，遐个人有真多无同款的背景的人，有真多民族的人，但是因竟然有法度做伙，成做一个合一的信仰团队，这毋是遮简单。足几个问题，伫咱台湾有几年啊？偌长的时间，即摆犹原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们不可否认。每一遍咧选举的时阵，咱教会呢有时分两边，你知毋知？牧师徛伫中，毋知要怎样。感谢主咱即几年咱教会拢无发生这代志族群的问题，你看迄阵迄族群佫较侪，因为咱咧知影，大部分的团体的事情啊，比如说同乡会，他们其实是有排他性的，容易形成什么小圈圈。教会的团契，或者讲是上帝的团契。每一遍当咱兄弟姊妹组织里内面上重要，毋是内底的活动、节目、破冰的精彩游戏。所以咱咧做团契会长的人毋通惊。我毋知要怎样，毋免惊。内底上重要的除了人甲人的交陪上重要，一定要有人甲人的交陪。上重要是要有耶稣伫内底。我知咱妇女团契接来要看电影，加下午茶。下午茶迄拢袂要紧，但是下午茶的时阵要有耶稣伫内底。咱拜六暗咱圣歌队咧唱的时阵，唱歌要有耶稣伫内底。咱毋是安尼，钟情这个音高一点，这个音再多一点，这个音在哪？专门能注重伫遮个细节的物件。咱唱的时阵，但是无迄个交陪的时阵，信心的交陪，迄个毋是团契，迄个叫做合唱团，甚至成为俱乐部。所以，当咱每一遍的组织，咱咧办退休会，咱即摆咱教会化整为零。所谓化整为零，就是咱本正真侪教会拢有每一当拢有野外礼拜。但是咱知影，咱建成教会有真久无野外礼拜无？我们化整为零，因为野外礼拜人伤多，咱无法度顾到遮侪人。咱就是每一个团契，因家己去退休会，牧师尽量来陪伴。咱伫迄个中间，咱有出去佚佗，享受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但是伫迄个中间，咱嘛有互相的交陪。因为耶稣伫咱的内面，所以30到40描写是遐个愿意信耶稣基督的人，对领受使徒的教示、团结生活、背饼，就是分享爱宴、祈祷，这4种的祝福了后，伊用行动展现出来团契的生活。
所以教会这是一个全新的团体的生活的模式，因为主耶稣，咱诚做兄弟姊妹。无一个宗教是安尼讲，因为我这个神，咱诚做兄弟姊妹，无人安尼讲。因为主伫咱的内面，咱诚做兄弟姊妹，咱诚做属灵的一家人。因这个团体诚做有疼心、无私心分享的团体。不但伫生活中的物质的顶面，因彼此来分享，更较重要，因是伫人命顶面的分享甲交陪。兄弟姊妹，相信透过2000多年前发生的代志，咱看到起初教会的建立、三天的模样，是毋是互咱先羡慕安尼的信仰团体？虽然当咱后来咧看保罗所起造的教会吵吵闹闹，因为咱知影，咱人无完全，咱人拢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间，咱人嘛是遮个软弱，真受外在的物件来引诱咱。但是就是因为安尼，更加展现出来，咱人需要哪？需要福音，需要哪？需要耶稣。所以牧师即摆要带大家思考一个事实的代志。你伫教会久长的信仰的过程的中间，为什么有一寡你明白的兄弟姊妹已经离开教会？啊，为什么你如今搁踮伫建成教会？啊，是有一寡新加入建成教会的兄弟，是什么原因？互你愿意入来？啊，搁为什么愿意留落来？牧师来回想我家己23年前，上帝的怜悯，带一节牧师一家伙来到教会。上帝透过教会兄弟姊妹对阮无私心的疼，牧师爱讲哦，无私心哦。因为迄个无私心的疼是我迄阵来台湾。我活到30几年，我无法度感受，因为大家对我好，一定都会有一个主管对我好，因为我会做业绩，伊就对你较好。咱头家感觉这个员工袂歹，咱对伊都是有所得。但是当我到教会，我人感受迄个，伊无私心的疼阮这个人，甲阮分享，真正无这种的甲阮分享，交陪鼓励阮。渐渐明白耶稣，咱知影，参人交陪是要付上代价的。要交陪是要深深听人讲话，唔是安尼。总前平安啊，平安，安无代志我就走啊。唔是的，你若真正要交陪，唔是爱个真正，你若交陪，伊的问题就变来你身躯。所以有真侪兄弟姊妹就互相担当阮的艰难甲困苦，我若渐渐靠信心的开力，我的生命对黑暗行光明，活出新的愿望。这个过程的中间，阮共同来实践圣经内底所讲的，甲艰苦的人做伙分担陪伴艰苦，但是嘛，甲做伙经历喜乐的人做伙欢喜。如果迄当时教会存在，是成功的神学，高安的信用，将受税当作是教会的业绩。比我甲姊妹牧师受税，以我甲姊妹牧师，阮两个个性哦，因为我迄阵去教会，大家都知影听1年哦，无人知影比讲，你要受税无？要受税无？你讲，牧师哪有可能有这款代志？有哦。阮社区吼，咱社区嘛有诶真侪吼，咱厝边头尾有真侪所在，拢咧办关怀据点，毋是今仔咱办啊尔，吼，无说袂讲到对教会哦，比咱讲较大间诶咯。因来咱遮，我讲你哪会遐好，哪要走啦？因就今日叫我要受洗，伊惊着就紧走，走来阮遮，吼，走阮参姊妹长老讲吼，咱莫安尼，咱爱疼，好伊家己感觉哇，这个疼来才好，伊就想要来了解，
也是安尼，也是因为当初阮因为互逼走，毋是因为听着，阮就无法度继续伫教会堂课内面接受信仰啊，属灵顶面的操练。牧师有分享过，我后来诚做社青的辅导，换我呢日夜陪伴一寡青年成家立业，电话卡来，牧师嘛一出门，昨昏牧师1点45分，搁一通电话插起来，迄我毋捌会知影敲电话，害我惊一个。我迄阵咧陪伴在社青嘛是安尼，因也是有拄着问题，感情的问题，也是甲爸母的问题，因来卡来牧师，阮就爱，咱要三交陪，就是爱出去陪因。那因为安尼，互我经历了团契顶面的新呀技术，侪来发生。最后来看今仔日的经文47节，经文47节，咱做伙来读来请，上赞上帝，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等下咱要来举行新的殿，咱真欢喜啊！久长伫咱的内底生活的练资甲全期，因已经离建成教会久长的时间，拢热心参与教会团契的事奉。因敬畏上帝，听人，伫工作上有真侪好的。最光甲最严，因嘛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但因为伫众人甲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做信仰的告别，正是将因的职加入咱建成教会的大家庭，诚做建成教会的陪参会员进一步分担教会的责任。当然嘛，做伙搁来享受咱属灵团契的生活。各位兄弟，当咱教会以基督对中心，让人伫教会领受真理的教导，悔改认罪，互主的听进入咱的心内面，咱就受信心充满。所以咱是有信心充满，咱长老教会是嘛信心充满，毋是无。属灵的目睭，互咱受拍开啊！信心的充满，伫典现是咱了后。咱信仰的表现，咱性命有改过换心无？当咱性命有改过换心，立誓服侍，立誓奉献，立誓陪伴交陪，立誓服侍。咱看咱莹莹姐，食果水，莫紧张，伊行一个吼。伊嘛是安尼吼，半时间来服侍吼，咱社区的在长辈。伊阁有病内底阁长辈哦，因为社区的营化组好处面政府规定60岁就在参加啊，内底嘛敢60充岁啊，很年轻，看起来年轻哦，但是永远节嘛是咧服侍伊。当咱性命改过换新的时，咱愿意服侍上帝。就连你咱的为咱新的性命啦，咱献上感谢啦，献上上帝。这嘛是为什么？虽然咱伫生活中会拄着起起落落。如今咱悠远的继续伫咧教会，信仰这条路上咧跑走，温群来做工。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深信，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牧师知影，有个人伫教会受伤过，但是牧师求信心安慰你的心，但是。上帝大规律，应该咱拢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因为咱每一个人无完全，每一个无完全，因为教会嘛是一个有听的团体，教会嘛是咱患难中随时帮衬的团体。只有是你拒绝教会，当你家己身躯病痛的时阵，你嘛无所在，我要法度，牧师都毋是遐厉害，感动每一个钟情你怎样？怎样？牧师无遮厉害啊，无遮厉害啊！你也是拒绝兄弟姊妹对你的关心甲陪伴的时阵，你哪有法度体会教会是咱患难中随时的帮衬啊？牧师相信圣经所应允的，当咱教会过着那属灵的团契生活，彼此相挺，
显现出注定会芳味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也是安尼。咱活出来时阵，主就会将得救的人加添伫咱的建成教会，伫咱团契中间。我先讲一个见证。另外伫某会新店民权教会去遐聚会，阮真显现牧师，阮伫伊的身躯边同工合适真多。民权教会嘛是一个属灵有听下的教会。阮拄仔去的时阵，70外个人啊尔。当牧师要读圣雅院的进前，就真正130个。教会12楼坐袂落去，坐袂落去，就是啥？原来遮呢长条的这椅啊吼，拆掉，但是吼长辈抗议，长辈吼教会无这个长条啊，无成教会。哦，牧师讲要跋倒，袂要紧，阮吞入啉来留2排，留2排，哦，后壁全部变成折叠椅。因为人愈来愈多，人愈来愈多。我要讲的是，因为大家活出基督的芳味，毋是阮去求人，毋是阮做什么策略小组，上帝日日上人加添来咱教会。社性团契嘛是安尼。当咱迄个团契诚做听的团契时阵，上帝就日日上人加添伫咱的教会、甲咱的团契，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世间人将信心赏赐给教会，透过信心去做教会，也互阮每一个人有信心伫阮的内底。求主帮助阮，领受信心的开力，为主勇敢行出去，来宣扬主你的福音。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180首，信息180首，愿主踮阮中间，徛阮中间，请咱起立来吟。谢谢。咱即时要来举行新礼典，按照教会的体制，今仔日进行教会小会议长知名牧师指派我来主持这个新礼典。首先，咱要在做信仰的告别。对外教派要加入咱建成教会，拢爱当心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做信仰的告别。今仔日有2位要加入咱建成教会牧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洪全奇，咱的摄影机会拍过去，不要紧。因为牧师为什么要介绍？因为像俊杰问讲，牧师迄是什么人？迄是什么人？所以俊杰等你爱宴的时候，爱餐的时候，牧师会带伊去每一道，甲恁介绍一下是不是？前期伊原本是在士林灵粮堂受洗聚会，伊嘛是咱赵明长老的太太，所以因两个是，所以前期嘛另外一个身份是张老牛。因有2个囡
两个囡仔真古锥，自配自诗，等下拢会出现。伊本身是高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是阮挚爱的高中老师哦。伊目前也嘛有参与财务部的复试。另外一位是李念之姐妹，来看看者好不？来，好，请坐。伊原本就是高雄喜信会聚会，伊和因的舅公，因的舅公嘛是牧师，因的家族真侪牧师，因爸爸妈妈嘛是牧师哦。舅公帮伊受洗哦。伊甲因先生林志明，来志明看看者。志明嘛，可能有真侪人无熟悉。志明就是咱敬定的咱许愿兄甲美芝姐公子后生因为一个囡仔永林等一下会出现等一下会出现因做伙咧开医生馆真有疼心疼心，特别牧师去看的时阵，佫有疼心治疗牧师。念之即摆哩主理学咧复试，因两位嘛共同拢有参与琴社团契的指挥好，咱即时请全旗甲念之来到台前。你们两个一起牵手，要不会害怕。人愈大汉愈会着惊。很轻松这是今仔日是咱教会生日嘛，所以牧师也可以，你们轻松我就轻松了主所听的恁已经受洗了，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于伊。上帝的恩典已经互恁，当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恁早前甲上帝所立的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也当心西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我天立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就告别恁的神，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无私所要问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袂歹会使我大声袂要紧恁有信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这时牧师来宣告。这是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小会官兵接来恁作为陪参会员，有分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佫有应允要保守因到落尾。主啊，用你对地面来的能力来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于你，日日伫信心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国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牧师代表教会来欢迎。
哇！看前面。牧师非常的感动啊！哈，牧师拢无去避孕哦，吼，因家己信心感动来，就牧师报名的哦。这时咱准备要来守主的圣餐，伫开始进前，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你来相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讲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加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就写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旁背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红梅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伫心中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呢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呢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这是基督的身躯，为咱拍破的，咱就行呢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死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咧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
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会死日的纪念日的时，就安尼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我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顾的护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怎样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两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等他们跑，让他们先走。
请坐。咱公道第4项，咱记载伫周报，请咱为咱着谦卑、互信心的大气力，常常充满伫咱身上，做伙去做属灵的团契生活。咱也为着肢体，如雪英、佩莲、李佩莲、刘淑珍、辛淑慧、陈丽水、黄淑琪、陈怡君、杨志坚、林以诺、陈德明、罗清光。陈秀荣、柯张美、郭仁吉、李雅娜、林朝泰、张美玲、陈志谦，然后林春芝，咱也为着教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甲家长祈祷，着用真理去做大家生命，用主的智慧教导世囝。咱也为着一寡无平静的国家，以巴、俄乌、印巴两岸。请求主怜悯，公义彰显，请咱开声来为遮的大队属项来祈祷。主上帝，你是怜悯得平安的主宰，主啊，看起来你很特别，为着你困难，主啊，你有阮求你亲自扶持安慰。主上帝，你是怜悯得平安的主宰。主啊，阮今仔日特别要为着教会肢体献上祈祷，恳求你顾念病痛的兄弟，无论是身躯受苦、心灵忧闷，求你亲自扶持安慰，赐下医治得平安，也互阮有愿意服侍的心。彼此扶持，共同分担着重担。求你，互每一个团体，无论是主日学、青少年、社青、妇女、少年，拢会让彼此相听，同心侍奉。伫你的真理中建立根基，伫你的恩典中成长。主啊，阮也袂记世界中受苦的百姓，特别为即马有战争的国家，甲人民祈祷，求你停止战争，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互正义甲和平伫战乱中出声。阮恳求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行伫天顶。主啊，当世间充满不安、暴力甲苦难，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做你和平的器皿，伫黑暗中发出光，伫乱世中见证基督的疼甲真理。阮也要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撒甲基督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姓，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愿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本周聚会活动甲担当职务者，请咱大家来注意，并且事先来做准备。咱大多的事项，请咱继续来关心。教会消息：本主日是圣灵降临节，伫礼拜中要有举行今年第3届新礼典。理念之姐妹到红泉旗姐妹，依照咱本宗的教制，藉由宣认信仰
好可以涉及本会，成为本会陪参会员，恭喜他们！再一次用掌声啊，对，恭喜！啊，今日跟我们一起坐到，咱就借着圣餐默想祈祷救赎的恩典。那本主日的圣餐奉献，咱依照中纪会仪馆，作为3月28缅甸地震赈灾之用。咱将继续为这个国家的重建宣告等需要来关心来祷。那第3点，请各团契会长伫6月22号进前提交第三季7月到9月团契活动计划，到服赛排班表和干事。我来团契消息，6月14拜六下午3点，妇女团契聚会，内容是电影欣赏加下午茶共享团契美好奉献免税请咱大家看后唔对，向会计来跟进。请咱起立来吟信息515首，信息515首，请咱起立来吟。打完平安的上帝，就是拜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国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佮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请坐。
避讳楼骹有爱餐，请咱落地楼骹交伊。